大家好，我是明雄。今天呢，非常的开心呢，替我的好朋友能够站台。马耀比后呢，他是我来台北之后呢，认识他，到现在呢，我觉得他是真正的原住民。套一句就是赛德克巴莱，是巴莱，圣杰巴莱，巴莱就是真正的人的意思。他就是我们原住民里面呢，我觉得他非常关心我们原住民的议题，以及我们部落里面的大大小小的事情，或者是我们都原一些心态上，或者生活上，或者是意识上呢，他都很了解的透彻。他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一个原住民的年轻人哈，带领我们这些年轻人的一辈，对我们原住民的这些文化还有议题呢，都相当的敏感，而且也是相当了解的透彻。不管是哪一个族群里面当中呢，他就非常的关心，不管是排湾族还是阿美族，或者任何一个族群，或是泰雅族，只要有关于这个原住民的议题呢，他绝对是很认真的思考，而且我觉得他的思考方向是非常的正向的。我常年走在这个部落里面呢，常常发现到他在每一个部落的角落里面呢，发现他在默默的在关心着我们原住民的一些生活形态，以及我们的文化的这些发展，尤其是在这个都市的这些原住民呢，我觉得我们就更要觉醒，我们要的是什么？我们原住民到底是要的是什么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而且是我们以后要做什么样的事情，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原住民然后对我们原住民有帮助的，扩及到整个我们社会以及国家。我觉得他是非常优秀的一位参选的一位立委候选人，大家能够多多思考，多多去了解他，多多去看他的一些纪录片，他的一些文章，写出我们这个原住民的心声。2012年1月14号的选举当中，就投他一票，拜托大家。